顶面，若是有人讲蛋雕，是讲什么意思？哦，来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外表好看，无内在啦。你甲看，水水啊，对无？啊，伊内底生出什么款，你嘛唔知影。无，内底空的啊。是空的，看起来就是敢若雕塑品共款啦。所以讲，我的答案就是外表好看，无内在蛋雕。是。阿雄，我是认为即马少年人吼，就这谐音梗，所以蛋雕就是蛋雕。哦。安尼尔。咱两队请选择。美秀、阿雄、燕一鸣。哦，是我的外表好看，蛋雕哦，有人会相信我哦。对啊对啊。我感觉这就是人我大家咧讲叫外口水水，内底太贵贵。这物件就无好，来个单调。是哦，好。不过你是安怎会信伊咧？因为我妈妈讲水姑娘拢会共骗。哦，水姑娘拢会共骗。你即摆意思无我？系啊。哦，我是。我讲你会共骗啊。哦，所以我相信阿雄。你相信阿雄？无够缘投啦。你意思我较歹。啊，这题目就讲网络的啊，是讲网络顶管应该是蛋雕谐音啊，是。系啦，啊因为因无爱直接安尼讲啦，啊就讲安尼谐音啊，系啊，是讲迄个2486， 2486，阿斯巴拉，安尼这种的谐音。哦，好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蛋雕。好，来蛋雕其实原来是咧讲咱即摆相片看到蛋雕啦，两卡去雕刻的，对，雕刻的艺术品啦吼。啊，因为伊连起来甲咱台语的这蛋雕真hòa音，所以伫网络顶悬就有人拍这个蛋雕哦来代表台语的蛋雕。啊，其实你看这个雕。甲调两个声调其实无完全相共吼，这个调伊是一个高平音，关关平平，啊调是中平音吼，啊所以迄个因为少年仔台语较袂晓啦吼，所以就安尼用吼。好啊，其实咱的教育部有编一个台语词典，内底都有台语的正字吼，欢迎咱的观众朋友会当上网去查，来学咱台语的正字蛋调。即马吼是要去外国。这个城市较特别，是啊，但是真有特色。三个字，来，好，来，咱先看一个，来，咱请看。好来，马来西亚迄个，系对，给他，你会使读英文，英文会使，英文会使。吉隆坡，这是英文还是？吉隆坡啦。哦，吉隆坡。吉隆坡啦。吉隆坡。系啦。是哦。好来，老师，吉隆坡对唔对？恭喜！赖坤首先。恭喜得到3000哦！是，咱拄则有讲到啊，吉隆坡是啥？马来西亚伊的首都吼。伫这个马来文伊的意思是钻染土的河口。啊，是安怎会钻这个染土地就古梅啦吼？是因为遮依照有2条主要河流，叫做巴星河甲峨眉河，因两个交汇这个交界。吼，啊后来这个土沙伊就愈吞愈济，就变成陆地哦。哦，大楼你有看拄则有啊影片内底大楼一直起来，即卖已经成做国际有名的大都市啊。来，上尾啊一位啊哦，加油哦！是，即卖真希望秀琪。好丢你爱牛蛙，好丢，系啊，好丢嘛。好丢，伊好丢，伊嘛搁通看风水啊。对啦对啦。嘿，啊顺便伊嘛会晓啦。嘛是神机啦，嘛是好丢啦。我有跟的对啊。你应该无看到什么垃圾物啊啦吼。无，这不生气的。哦，就就是水啊。嘿，就前期安尼就好啊啦。是，但是前期咱嘛是爱来去佚佗啦。啊，上个今仔咱要去倒去佚佗？是刷落来吼，是一个城市。城市，请恁帮我讲出来，这城市什么名？5个字。5个字呢？ 5个字的城市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
哦，啊！七个。来5个字呢？五个字你哦，刚才看到迄个尖尖，你就我有一单反应伤紧啦。都不能自己啊啦，哈。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欧洲的小国，哦，但是迄个名是应该国语我即摆想会出来，但迄要念嘛真困难。伊是应该是欧洲一个足细的小国，是足细的，嘿足细的小国，嘿小国，啊，毋过5个字哦，嘿5个字， 5个字伊住咧我咧伫咧瑞士、德国瑞士、啊德国，嘿这个敢若应该是。什么斯洛维尼亚迄种的。嘛毋是，伊毋是东欧，伊毋是咱讲的迄东欧的遐。啊，伊毋是东欧，啊，伊是中欧。什么列士敦的？哦，什么列士敦？哦，哎，什么会列？什么列士敦遐？啊头前迄我即马吼，因为头拄发工啦，啊要让互伊啦，啊即马家己都无讲啦。哎呀，无你讲一个，你讲一个，因为咱嘛是有时间的限制啦。好来，织布列士敦。哦，来，搁念一个，织布列士敦。对唔对？安尼就歹势咯。哎呀，你让甲伤明显啦啦，看到小姐就安尼。来，牛伊啊！牛莉啊哦，你是要回答，来是要甲看完？咱先看完，你可以更加了解。你有时间来答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。哇，嘿，有在刷无啦？好来，嗯，拉斯维加斯，啊，这是华语啊，台语咧。哎，台语哦，拉斯维加斯，拉斯维加斯。拉斯维加斯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拉斯维加斯对唔来，对？恭喜！这个是美国真出名的啥赌城哦，啊，这本来是迄个拢完全无生产能力的这个沙漠啦吼，啊，即马煞成做全世界跋筊甲佚佗的好所在，袂输啥娱乐的天堂咧。啊，逐档估计哦，大概有超过4200万的游客拢来遮啥佚佗啦、买物件啦、看表演，甲啥体验夜生活。哇！伫遮钱拢开边行。请问台湾头一个机场是即卖的什么机场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真简单吧？哦，摕一个机场，这有难度呢。哇，应该拢无什么人知影吧？不过就剩这。时间到，来请起落。来，你要叫花救人，还是要回答？放弃好了。啊，好，你确定吗？支援，支援哦。好，咱讲台湾的第一个机场对不对？对和日本时代嘛对不对？是好，南机场，南机场，哎，台北市的迄个台北市的南机场，南机场，迄以前是机场哦，哎，伊较早是无机场。怪叫机，但是迄机场敢是迄什么火车的什么迄种机场无啦，，唔是啦，无啦。迄真正有。你较早吼，因为我对这我日考嘛，啊有研究啊，因为你讲若讲第一个民用的、军用的是，咱的印象是松山嘛，上山，但是南机场是伫1930年，1930年起的，哎呦，哎，伊较早是练马场，我先讲一下，咱的题目是花莲机你场。想复杂吧？花莲机花莲场机呢？场哦。哎，花莲机场啊，哎呀，头一个机场哦。哎，时间到啊，哎，差不多啊哦。好，好来，南机场，南机场。嘿，相信我的朋友，好，系啊，好，来，万里哦，万里，万里1分万里。来，南机场对唔对？哎呀，万里都安尼飞去啊没啦！错咧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拄则咱来宾讲的这个南机场吼，伊迄个是伫日本时代的有无唔对啦，啊，毋过伊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军用机场啦，一定是场尔啦吼。好，啊，迄个若讲到机场吼，除了来宾讲到迄，其实大家想到应该拢是咱
台湾迄个上大的这桃园机场嘛。是。啊，毋过若要讲到上有历史的吼，是咱台北的松山机场吼。松山机场是伫日本时代1936年起好的，啊，苏当时叫做台北飞行场。去年的3月28日下晡3點7分，日本航空 DC-2型的这个客机叫做富士号，哦，伊就降落伫遮，所以台湾头一个机场就是松山机场。来，马也是笑着，笑着还是袂？笑着，笑着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笑着奖金有偌济？哇！来哟，真笑着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语词笑着会当摕来形容迄个伫物女发甲真好，还是讲野生动物伫咧起笑咧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二选一，是咧讲野生动物，还是讲植物？嘿，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植物，啊是野生动物，这动物是死的，是袂会叮当袂叮当的？笑着就是植物发甲是好，哦，真好。真好，真好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哦，植物发甲真好，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笑着啊，笑着，恭喜你了万五咯！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来解说。我先讲这个植物名念嘛，这较歹念吼，念做食物。食物。啊，咱有当时伊的电视的广告，拢讲伊迄个孙什么植物，大家拢去互扭去啊吼，是食物哈，食物哈。啊，这笑着伊有2种意思哦吼，一种是形容啥人啦，无大才啊，无正经啊，譬如讲哦，这阿孙啊，真笑着呢，啊早晚会互人教死吼。啊，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咱题目讲的啥？食物发甲真好，比如讲，这个花园的花蕊开甲不止啊笑着，啊，这就毋是咧讲花无正经嘛，吼，是咧讲这个花啊呐，花园的花，花长顾甲真健康，哦，真健长，啊，发甲真好的意